同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1公司第2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开始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拍超过2礼拜，两国的外交部长伫土耳其谈判无进展。南部重要的港市马利坡继续受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军方有公布一段影片，内容是俄罗斯的战车伫基辅防动落来画面。联合国今嘛是表示，这场战事已经造成230万人离开乌克兰去逃命。俄罗斯的坦克伫咧基辅当兵入口受到攻击被挡来。这段影片是乌克兰军方正敏感的民兵组织亚速营所公布。一寡坦克车可能是互无人机空袭。火军骑哨的士兵私底下讲，双方确实伫咧吹到有交战。俄军的坦克被摧毁。亚速营是2014年乌东分离主义冲突时阵极右派组成的，要并入乌克兰国民卫队。这支民兵团体不被指控滥用酷刑、煽动新纳粹主义。目前基辅依然是乌克兰控制，不过俄军愈来愈晚。当局讲，一半市民已经撤离，会继续保护首都。І тому 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разом з військовими та теробороною дбати про укріплення Києва. 随着双方伫咧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第4回合的会谈，也是开战以来双方相关层级的接触。不过停火方面无进展，包括前一天马里坡妇幼病院被轰炸造成死伤的责任，俄方也无接受。乌克兰讲会继续用外交手段解决。О том, что этот родильный дом давно захвачен батальоном Азов і прочими радикалами, откуда вигнали. І у зв'язку з цим я хочу підтвердити ще раз, самовіддано, жертвуючи собою, захищати нашу землю, наших людей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南部重要港市马里坡一直被轰炸，无水、无电、无通食。救援人员发现一位受伤昏去的查甫囡仔，附近还有一寡人已经死亡。国际安会警告讲，这个所在怎么真危险？联合国讲，已经有230万人逃离乌克兰。Дома не стало моего. Это мы переезжаем. Как вы думаете? 战争无停，国际制裁也继续。被认为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正密切的后亚人阿布拉莫维奇，本来打算要卖英超切尔西，不过英国政府随即宣布冻结阿布拉莫维奇的资产加旅行纪念，当局也特别授权，和切尔西在制裁情形下会当继续营运。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桃园观音永光化工厂昨暗发生火灾，火是烧甲真猛，经过2点钟才甲火控制。初步了解，工厂内无人真加载，即马导火原因还佫调查。火一直自厂房内面冲出来，就甲光影影。同市观音区的永光化工厂，初昨暗9点多发生火警，老站楼的建筑物规个拢导火，火烧甲真大，烟真高。同消防局接到报案，派25台车、100个人来拍火，因为内面囤真侪可能性用剂，所以火炭真紧。因为周边有非常多的危险物品，然后整栋一到达现场的时候，它已经完全燃烧，里面含有大量的毒性及化学物质。在消防同仁的抢救之下，我们在11点49分的时候将火势控制。消防人员伫咧大门口除汽油棉，以免造成环境的污染。环保署独在中心人员也到现场采集样本，永光化工的外籍义工被迫先搬到其他所在大，好加在所有人拢安全撤离。目前人员都已经撤离都清点过人数是，没有人受困的哦，没有人受困，任何人。那收起来的厂房是放什么设备？那个厂房是放我们的一些中间体。有关单位目前正伫咧调查导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嘉义市已经连任3届无党籍的市议员戴玲，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500万。检方发动搜索，检方是认定戴玲有串口径的记录，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严格尾法院是裁定80万交保，检方不服，讲会提出控告。无党籍嘉义市议员戴玲被指控以亲友做人头诈领助理费。嘉义地检署找到所在服务处加徛家顶8个所在，传唤戴玲7位助理加4位证人，总共12个人，初步估计诈领金额500多万。检方以涉嫌贪污罪嫌重大，有串证支付申请羁押。
法院考虑第零个涉案进行了，裁定80万交保，限制断估，认为无羁押必要，驳回检察官羁押申请。而本院检察官在发动搜索时，已查扣相关物证，证人及共犯到案后对案情陈述明确，案情已大致明朗，被告应无湮灭证据或勾串证人之余。高级地检署回应讲，法院的裁定深受法度消除被告逃亡串证之余，也有疑虑，为了要确保所落来侦查也有心理程序的进行，检察官会随提控告。法院的裁定是否足以消明被告有串证之余，这个部分尚有疑虑。为确保侦查程序的进行，检察官将提起抗告。敌人求出来人办交保了后，讲家己未被拍败。越是打压我，我会越坚强，我绝对不会被击败。因那被团发的姓詹、姓地加姓寇的组织，分别是15万、5万、3万交保，其他被告家证人拢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好天，中南部的温度高温会到32度，也毋过早暗会较凉冷。若西半部还有外岛，今仔日较到大棚，咱来看温度。今日干那东半部云会较高，有局部阵雨。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有的所在会较寒淡薄啊。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干那10度9。日时的时日头就会出来呀，温度会回升。南部会较烧热，高温有32度。嘛要提醒乡亲，今日伫西半部外岛到大棚，空气品质无啥好。若后礼拜一的时有方面会通过，东半部北部山区可能会落沙雨，其他所在无啥影响。若后礼拜2到拜3，就阁会恢复好天稳定的天气啊。敢若东半部有沙雨尔。来关心经济主计总处的统计，劳工伫1月份的时领到的薪水平均是44369块，这是比去年加2.91%，而且是11年来上悬。主计总处是表示，可能是基本工资提悬，有的企业嘛有响应政府加薪水的关系。也毋过学者是批评讲，这个数字是假的，真侪人月入领无4万块，就算有加薪水，嘛赶袂赴钱变薄的速度。是月薪人员的话，我们的起薪是3万2。美国式的餐厅要招餐饮服务人员，开出3万2的月薪，另外还有专勤甲考核的奖金，一个月薪水有到3万7。每半年都有机会可以调薪，调幅大概1000到3000不等。还有新光3百货公司要因营业度比干部，开出3万至3万5的薪水，这个月薪水是拢无到4万块，不过也是有袂少人来应工课。我不是社会新鲜人，所以呢，低于4万块，我觉得可能我会再考虑再试试别的机会。我们起薪是30K， 然后至39K，含奖金的部分最高可以达年薪大概50万左右。我们在业界来说，基本上是在均值的。这是餐饮百货业实际开出来薪水的条件。不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份工业甲服务业红请的员工，经常性的薪水全体平均是44369块，年增加2.91%。起的幅度是11年来同月份的新高。另外，若是物价影响掠外，实际上经常性的薪水嘛有41854块，年增加0.06%，总算恢复正成长。基本工资的调升以及厂商的一个年度调薪的一个影响。主计总处强调讲，1月份总薪水增加的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今年大部分的厂商拢集中伫1月份发年尾的奖金。不过学者批评讲，这个数据离实际情形是差伤远。台积电的平均薪资是180万呢，那他那个就把那个低薪的2万4、2万5的就拉高很多，平均数绝对会骗人了。主计总处嘛讲，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的影响，物价是大起。2月份甲3月份薪水的成长，敢会超过物价起的幅度，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公告人员退休制度有新的规定，对明年7月份开始，新请的公告人员退休金的制度会亲像劳工同款，设立个人的口座提拨退休金，强制提拨的费率是15%，其中公务人员负担35%，政府负担65%，按算有14000多人会受影响。行政院确定公告人员退休新制度，明年112年7月1日以后的新进公告人员退休金将由即卖的确定给付制改做确定提拨制，将设立个人专户，强制提拨费率15%，其中公务人员负担35%，政府负担65%。无论是基金财务安全，还是个人的经济安全，都可以达到永续。
军田已经退休，甲现职公务人员，未受到经济影响，有估大约有14000到15000人适用。也毋过，经济周路也代表即卖的国际公告人员的退休基金可能出现救水。草案也评定，若讲对原有退休基金造成冲击，将由政府分年半补有算支应。公告团体是同齐呼吁，爱做好配套，绩效基金也需要检讨。没有人可以保证说所有的东西的一个投资不会有风险嘛？只是说，如果我们整个在监督的一个机制，还有在跟这些委外单位签订条约的时候，特别去注意到里面的一个内容，我相信这个部分才是一细节应该去讨论，政府应该关注在这个部分。给收益保障行政公告人员权益，希望推动政府半步法制化，有明确基程甲进度，确保基金永续，表达坚决反对离厝年改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咱国内12岁至18岁的囡仔是注 BNT 的预防针，有的已经注好2档啊，也毋过有一寡少年家有心肌炎的副作用，有家长即马是问讲，敢会当开放副作用较细的高端预防针？台医生李炳印就表示，高端预防针早就去申请12岁至18岁的紧急使用授权，也毋过是药署无通过，伊认为安尼无合理。是药署是表示，高端应该提出更较侪证据来证明注伫囡仔身躯有效。来看《中国时报》。钱变薄，通货膨胀的压力真大。每厝厝价较稳定，钱嘛较袂变薄，较袂求水。这个想法是好着房市，真侪人即马把钱落伫房市去买厝。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就表示，这是建商卖厝的口号。针对这款现象，中央银行讲无排除要学0102的做法，针对起户较悬的较大的所在，限制第2户贷款的趴数。即马要甲这正做一款打压厝价的手段。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宣布已经核定今年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基本生活补助的计划，按算对3月份到年底，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会加拨750块加500块，大约有62万人会受惠。这个补助第3月底的钱会直接拨入去口座。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8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为着要鼓励时代赶紧来注意风险，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到4月初10 ，65岁以上的民众来注意风险，拢有500块的礼券通摕。伊才有礼券，金2、3、4、5张，你今天打第3剂对不对？为着鼓励社会人注疫苗，为3月初10到4月初10为止，65岁以上的民众只要去注疫苗，无论是注第几档，拢会当摕到500块超上的礼券。我本来就觉得应该要打的，当然如果有500块的话，大家会更开心啊，对不对？政府鼓励大家注疫苗，国内疫情相对较稳定，过68天，佫出现零确诊，初10无新增加本土的个案，这嘛是今年1月初1了后，国内本土疫情佫零确诊。1月3号，大家记得就是我们桃期第一个案例17230，开始之后，然后一直到今天这相对的传播链陆续的控制住，我想这可以让大家高兴1天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的确确实实把疫情控制住。虽然国内本土是零确诊，不过目前感染源还咧调查的传播链也有2条，其中由高雄自助餐店甲旅游团传出去的浮空巴士一案，出现台南某一间病院的2个药师人员确诊，甲病院内底甲浮空巴士的接触人员采检了后，结果拢是阴性。这个案检测的期间要到3月21日。另外，湘北火锅店的传播链嘛要当伫调查当中。进一步的疫调是有发现说，药师跟这个复健病患有这个共用楼梯间的情形那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些比较明确传染的接触还要待厘清不过现在预期就是说可能定序的结果最可能还是同一个跟整个设计师到游览车这个序列是相同。没有面对面，其实也可以发生间接接触传染，尤其是在那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病毒在离开人体以后，在环境里面可以存活比较长的时间。目前国内疫情稳定，不过带病入境的个案却是日头增加，初10新增加82例，算是最近上济。但市长表示，边境的管制要是要救护案，边境若要开放，爱较注意的要是伫咧厝内检疫，甲快筛感受落实。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加向亲总会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82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是21081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超过11万例，日本是超过561万例，韩国是超过55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是超过2300万例。镜头来南韩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选调总统，赢民主党的李在明0.8%。伊伫记者会顶头，伊是表示，伊会替南韩创造就业机会，强化中产阶级，甲强化军事，要来对抗北韩的威胁。大韩民国第20届总统当选人尹锡悦，7早起按照往例前往国立宪中院祭拜，随后召开国际记者会，说明未来5年伊的执政方向。 정부 주도가 아닌 민간 중심의 경제로 전환하여 일자리를 창출하고 중산층을 더욱 두텁게 할 것입니다. 우리에게 필요한 따뜻한 복지도 성장 없이는 지속할 수 없습니다. 另外交方面，尹锡悦表明当选了后，头一要见的是美国总统拜登，第二个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伊要尽力修复日韩关系，强化甲美国、日本共同应对北韩，情报分享，也有国防能力，同时减少伤过头挖靠中国。 국민의 안전과 재산, 영토와 주권을 지키기 위해 어떠한 도발도 확실하게 억제할 수 있는 강력한 국방력을 구축하겠습니다. 북한의 불법적이고 불합리한 행동에 대해서는 원칙에 따라 단호하게 대처하되 남북 대화의 문은 언제든 열어둘 것입니다. 现年61岁尹锡悦，去年则为司法界转正政坛。2016年朴槿惠的崔顺实干政案，都是尹锡悦主导调查。 2017年，何文在寅总统提拔担任检察总长，也公开当时热门的总统代位接班人前法务部长周国用权力压服家己，尾也个专换派系，以国民力量候选人的身份成功实现政党轮替。未来5年政策方向，预测会变较保守，就连性别平等加家庭部，拢可能面临废除的命运。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有亲身敲电话予南韩的新总统尹锡悦，甲伊恭喜。尹锡悦的在野党是靠我美国这派的，未来敢会影响东亚局势，甚至台湾甲中国之间台海局势敢会受影响有变动，各界嘛拢真关心。南韩总统大选变天，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尹锡悦以无够1%的百分点来打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 个伫个尹锡悦伊宣布讲胜选的5点外钟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嘛敲电话来恭喜，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有甲伊恭喜，不如个尹锡悦的亲美路线嘛来看挽着东亚的局势。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也会希望能够来推动我们台湾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尹锡悦是以素人的姿态来挑战总统的大位。 伫个选前，伊就拍出讲要来恢复韩美的同盟，还佫有改善日韩关系。这个就亲像伫个美中大国内底来咧徛高平。伫个这边的选举内底，嘛讲是亲美甲亲中路线咧对决。即便是以无够1%来胜选，专家分析讲，俄乌战争嘛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他对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 韩国做出这样子一个表态的时候，应该可以让韩国重新的回到所谓的美国的这个东亚盟国的这个战线联盟里面。来甲比之现任的总统文在寅的亲中路线，尹锡悦的两韩政策会来竞客甲北韩的谈判，并且提出新的路线图，会来加强美日韩的三脚督的关系，甚至会来冲击到未来的中韩关系，这嘛正受到注重。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真侪国家、真侪大公司、大企业拢在谴责，嘛拢在制裁。西方的大企业、大公司嘛拢抵制俄罗斯。这是互俄罗斯的民众即摆的生活是变甲真无方便、真无利便。兼个当地政府封锁消息、暗藏事实，百姓嘛拢唔知影原因，而且佫互政府洗脑，批评这的大企业、大公司是咧欺负俄罗斯，真阿爸。麦当劳宣布，伫要关掉俄罗斯境内847间分店了后，国门市的人无减少，看得出来早就侵入一寡消费者的生活中，关店确实有影响。Переживаю о том, что Макдональдс закроют. И я считаю то, что спасенные жизни намного важнее, чем вкусно поесть. 麦当劳关起了后，肯德基、星巴克、可口可乐这的快餐饮料业者，小连续宣布暂时退出俄罗斯市场，表达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不满。乌克兰外长进一步点名，焦森、汉斯、普利斯通、贝奈利、横滨联泰等莫斯科当局严格媒体的言论管制。一寡俄罗斯民众并无理解西方的态度转变，颠倒激发见到民族的意志，挺政府。Просто неприя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акое к нам все. Ну, это мягко, если сказать. И за что так поступают, сами непонятно. Никто не хочет это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 Просто если она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пусть закро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буду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здесь. 俄罗斯开往乌克兰的政策顶，一寡拢有插英文字母 Z 也是 V。俄罗斯国防部解说，这两字分别代表胜利加真理的力量。Z 甲 V 煞变做爱国攻击分子，支持普廷，挺伊对乌克兰发动所讲的反纳粹特殊军事行动的代表。但是感情面同被标伫世地白 Z 字引起正人批评。俄罗斯体操选手库里亚克伫杜哈体操世界杯摕到双冠铜牌，颁奖典礼特别甲行政国会大 Z 字去国际体操总会纪律处分。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甲摩根团宣布加入抵制俄罗斯行动，未来会暂停甲俄罗斯的业务往来。来关心南韩的新总统尹锡悦拍破南韩执政10年才会轮替讲法，伊嘛是头一个唔捌做过国会议员的总统，伊按算5月份的时会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来看香港的疫情，即马是真严重、真烈，总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0万例。另外，中国的吉林嘛爆发校园的疫情，严格学校温暖疫情，学生囡仔只好对写伫网络对外找帮助。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嘛，占领乌克兰的核电厂，这是引起世界各国即马拢真惊吓嘛，真烦恼。昨昏咱台湾嘛有反核能的团体徛出来谴责俄罗斯，而且佫发起反核能的联署，要声援乌克兰。罗西亚攻占乌克兰切洛比的核电厂，而且甲发电切断，毋但周围国家、全世界拢对是毋是会造成辐射污染有疑虑。台湾的反核团体车则发起联署，声援乌克兰嘛谴责罗西亚。过去的战争里面可能都没有离核电厂这么近，而乌克兰是一个使用到51%的核电，而他们境内的核电厂不但有欧洲最大核电厂，甚至还有当年的车诺比核灾的遗迹，这些都导致让核灾的风险前所未有的距离世界是如此的接近。反核团体表示，因自初六伫全国废核行动平台联署到达，已经超过50几个团体来加入。伊嘛重申战争甲冲突无应该历史核灾来重演。日本311核灾，佮有切诺比电厂的伤痛，拢是咱的照镜。因此，我们很希望核市场既然在公投否决之后，我们希望核市场能够尽早的去把它拆厂，然后转型。我们虽然核电厂都即将迈向除役，可它仍然是一个威胁，所以更迫切的需要来好好的讨论我们核废料如何放置。反核团体强调会继续监督政府来转型，嘛会继续替乌克兰人来联署。行政院关林辉是表示，切诺比电厂虽然断电，不过国际关注林总署发布的上新消息，认为对安全也无真大影响。目前国内环境辐射监测数字嘛拢正常。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站，伫捷运台北车站有一个53岁姓郑查甫人是不输鬼，涉嫌摕手机偷翕查某囡仔裤底，互偷翕的伊的这姓林的女性是随报警察处理。
最高法台北结婚的车厢内边有一位姓林的女子，经过边的人提醒，发现家己互人偷翕裙底，伊甲目击者最近入去车厢内边开手机啊录影，甲偷翕的人对质，希望对方把手机啊摕出来看。先生，不好意思，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吗？因为刚刚有人说你刚刚有偷拍我。没有。那你让我看一下好不好？涉嫌偷翕的53岁姓邓的查甫人一开始不爱承认，是目击者知情了，要人家承认偷翕，讲落车再个处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不直接拿出来？我就等一下下车嘛。因为如果你真的有的话，我们现在说嘛，好不好？有必要这样欺负一个女生吗？车顶的民众持对讲机通报站务人员，双方伫咧西门站落车，要让警方到场处理。初步询问这个犯嫌啊，坦承偷拍行事。啊，那另外再检视呢，手机啊，确实有偷拍邻女裙底的相片啊。案件由中正一分局以妨碍秘密罪上班。警方讲，在质问时阵应该随时保持警觉，因家己在物件甲其他人保持距离，会使保护家己，也让避免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兴中街顶日啊是发生一栋大楼火烧厝，造成严重伤亡。这栋大楼囤真侪物件，火一烧全未收煞的，因为囤几间，这款状况、这款情形嘛接出现。台中在南区嘛有一栋大楼嘛是安尼生，这毋但有卫生的问题，嘛有公共安全的问题。对顶人的脚步行入去大楼，沿楼梯爬起来，楼愈悬，臭味愈重。到第7站，差不多强要无法度喘气，规涂骹的粪扫甲回收物根本都无法度过，涂骹嘛笼罩鸟鼠屎，楼梯口搁放雅士桶甲耐打，所以遮的住户逐工提心吊胆。逃生口有漏洞啊，我们也会怕。那时候房东的那时候不会透露说这里环境很糟糕。这也是住进去之后才发现说，有老鼠有蟑螂。楼尾顶的回收物冻甲敢若山咧，大部分拢真好倒的物件。若是一楼防火巷，嘛互回收物占半条路去。原本这个所在交通真方便，虽然是旧厝，毋过袂少投资客买入来睡人。住伫7楼的附近人囤真侪粪扫，毋但影响到公共安全，互投资的人嘛毋敢买。养了20-30只的老鼠，那4只狗，那老鼠跟狗是跟那个老妇一起睡的。那公共空间全部都是那个杂物。根据实价登录网站的资料，附近的先购单位一平21万左右，不过这栋大楼刷伫12至14万尔，实在是差真济。所以市政府是讲要要求行为人伫3天内家己爱清除。如未完成改善，将依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予以处分，并再次限期。届时若未完成改善，将邀集相关单位办理强制清除作业。市政府表示，因为这栋大楼有管委会占用的空间属有住户的公用部分，依照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规定，就算住户占用公共空间，必须要先组织无效，才当报请主管机关处理，也是诉请法院来处理。主题处表示，会督促大楼管委会加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有咧洗车的人拢有拄过，有后壁车甲你闪大拍灯、闪头灯，也是讲洗真晚甲你逼车、调工逼车这款行为。未来遮咧罚金会提悬，会罚对即马2万4，有悬到3万6。若无驾照着洗车的行为，罚金嘛提悬，对1万2增加到2万4。相关的条文3月底会送立法院审议，上紧今年底会实施。原本正常驶伫高速公路，雄雄去互一只青色发财啊，为外口时切入来头前，看安全距离无够，驾驶赶紧变换车道。毋过这只发财啊又搁切过来，挡伫头前，3分钟安尼来来回回超过10届。去互国道的警察认定讲，这是恶意逼车，除了罚钱，还搁涉及公共危险罪。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了开车会慢啊，然后一直逼得很近啊，按喇叭啊，甚至于跟你逼得很近，让我们感觉到心生恐惧这样。重罚很像没有用，没有用，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恶意逼车的案件是未少，交通部已经伫2月初完成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要逼3月底进前送交行政院审查。除了提悬法条内底原本恶意逼车罚款的上限，为2万4提悬到3万6。
恶意驾驶的行为，即嘛经历包括伫高速公路顶悬设翻头、甲驶颠倒头向等等，拢明确来做是违规的行为。有些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有相关回车、倒车、逆向行驶这些驾驶的行为，这也是严重影响其他车辆的安全跟驾驶人的生命财产。此外，他如果有应该要负刑事责任的时候呢，会加重其刑1/2。另外，修法嘛针对无驾照驶车，将定累犯加重处分。驶车的人若是5年以内超过2届无驾照驶车，除了上重的罚款以外，嘛会当场禁止驶车，而且保管伊迄只车。交通部预估，修法若是有顺利，伫立法院三读，有机会伫今年底之前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宋江镇是南部正出名的传统镇头，也毋过即马人口老化，侪伙人嘛愈来愈无体力、跳无法的，而且佫无少年陪来接豆豆社团。也毋过伫台南后壁的永安堂是正拍拼要传承宋江镇，是招庄仔头内底的老人、中年的甲少年家3代做伙来练，也佫有请教练来教，希望要保存这项100多年的文化。如果大力下落去，连名舞头旗，连名人赶倒。台南市后壁区的永安堂，为着要传承有100年历史的传统宋江镇，招庄内大大小小，自国中生到70岁老大人做伙来出阵。长辈大家年纪拢已经退化，已经人口老化，所以咱长辈所留的这个地方传承，无法度传承，所以因拢寄望讲有咱地方少年会当继续，会当延续这个文化传承。宋江镇是台南高雄地区主要的传统镇头，不过即马因为人口老化，老成员年纪大，跳袂行，也有少年家也拢去外地打拼，无人传承，所以真侪所在宋江镇也慢慢啊消失去。永安堂希望会当保留这珍贵的文化，也佮请教练来指导。宋江镇是100年历史的这个镇头，咱唔通许失传去，所以咱这件训练全套。拜托这个少年的佮出来，大家都好啦，欢喜心啦，大家拢出来合力，要来完成这遍4年一考的迄个庆典。会当顺利出阵，庙方表示真感谢地方大小发心共同打拼，也佮有教练来带领，慢慢啊将传统的宋江镇文化找倒转来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好美的长照关怀中心是请画家、请老师来教时代画图。若画主题是卡马岛，互时代感觉拢真深色嘛，真趣味。老师伫台顶教画图的美感，这社区的侪伙人，大家拢真认真伫画岛顶的卡马岛。这卡马岛是因亲身去挽的，若是想到去挽卡马岛迄天的过程，因是拢感觉真深色。好省啊！对，俺户外教学呢，昨天是户外教学。大家帮俺做欢喜的，迄园主嘛对阮大家拢做好。请阮晚上少拢摕刀搁饭底，帮俺做欢喜安尼啦。好尾也长照关怀中心举办活动，带乡亲做伙去挽塔马岛，除了感受大自然的风景，嘛出去行踏顶淡仔一个。完煞了后，各专工邀请画家王春敏。来教这侪伙人画因去挽的塔马岛，无论是观察形体、甲画色水，每一步拢有伊的技巧。就刚好他们昨天有去采那个番茄，可以让他们观察番茄，可以画番茄，因为番茄是圆的东西，只是说它有一些色彩变化，教他们怎么看，怎么去画出立体的番茄出来。除了用翕相的，即个透过画图的方式，甲挽塔马岛的经验记录落来。对这个时代来讲，毋但增加甲人之间的交流，培养无共领域的兴趣，发挥对美感的创意，嘛会当互生活加正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台南土狗有一间农村美术馆是伫2001年成立的。这个农村美术馆改变当地命运，但即马台南的艺术大学这顶少年家，因毋但伫土狗，因搁伫云林，也搁伫台西，嘛用艺术来改变这个所在。明仔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来看。台南土狗社区，毋但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因以社区内底上摆一只水牛，成做社区的精神，就是这种会堪你吃苦的社区精神，互一顶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伫遮创立台湾头一间土狗农村美术馆，嘛伫遮建立因社区营造梦的基地。
很多社区的经验，其实是土狗互阮足大的回馈啦。从2012年的土狗农村美术馆到今，10年过去啊，这个梦并无因为毕业消失，因为原本一个人变作是一群人，带土狗的水牛精神，以人为本社区营造理念，加入婚林五北社区，甲这在地人生活记忆呈现伫13底窗仔火顶悬，毋但互五北社区互看到，嘛甲在地人的自信搁找倒转来。这几百度，其实你发现。这故事拢足普通，是我们是要甲大家讲，每个人拢有一个足珍贵的故事，你家己去发掘，然后迄个故事其实会当感动足侪人。来到婚林大西，这群少年人甲爬远的旧厝重新改造做生活记忆的博物馆，美化这个无伫使用空间，应用艺术甲地方对话，让大家感受大西旧家养过青叶的光景。嘛，甲在地少年人对故乡的认同感，搁找回来。为因团队安尼做看卖，互阮知影讲，其实大西嘛有足侪足厉害物件。我怎样甲人讲，我是大西人。这群少年人放弃做设计师薪水袂歹的工课，选择这条较困难社区营造的路。因希望家己像水牛同款，有朴实、打拼、脚踏实地精神。一步一步伫各地农村实现因社区营造的梦想。记者周培玲、吴一修高雄报道。啉烧酒赛车害别人害家己，即马有一项新的规定，是准讲啉烧酒赛车、食酒赛车，互吊销驾照了后，要停考一档内轿车内就爱到酒精所，若无爱罚12万。高雄的监理所即马是全国走大省，因除了伫考试的轿车内得到酒精所，上界重要的是要互民众了解讲，啉烧酒就毋通赛车。来到高雄区监理所考汽车驾照，路考这款酒车爱先奔访测敢有啉酒。道路考照前麻烦请你做个酒测以确保安全。请开始。这是高雄区监理所路考的新规定，嘛是全国第一个路考的车加装这个酒精锁，民众奔访确定无啉酒，车才会发动，互民众对考照开始就知影袂当啉酒赛车。宣导讲即马若准讲你若有酒驾去用处罚了，你若要开车，你就爱开这种有装迄个酒精锁的吼。我们好在科生会当了解讲，这酒精锁的操作是安那处理吼。因为啉酒赛车事故真侪，109年3月实施酒精锁的制度，酒驾违规的民众一档内爱开有酒精锁的汽车。即马监理所伫路考这关加装酒精锁，民众拢真赞成。不错啊，很好啊，对啊，因为毕竟酒驾啊，真的害了很多人。对啊，我觉得这个措施很好。这个要驾车嘛，你就不能喝酒啊，就要酒测啊。监理所表示，酒精锁毋是考试的项目，未强迫民众奔访。目前先伫高雄、屏东、甲台东3个监理单位试办，若是实行效果袂歹，会推广到其他的汽车驾驶训练班。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今头来嘉义县有10个渔民是成立智慧养殖渔业联盟，因甲海洋大学合作，利用科技、利用智慧养殖设备，经过当月的实际操作，即马已经让这渔业的准活率对以前的16%提悬1倍，已经提悬到32%。科技设备顶面显示气温的情况，渔民会当随时调整适当的水质。利用智慧设备的渔民讲，安尼毋但省时间，嘛增加鱼仔的收成。以咱红山来讲，较早我咧饲，比如讲我放1万尾，有可能收成的时阵，较一个5、6千尾左右尔。那我这会当提高到9千尾左右。以咱市价来讲，100至200左右，拿来我的收益增加，就可以增加到所谓的30-40万、40-50万，甚至更多。嘉义县为了推广智慧养殖，除了补助渔民增加设备，嘛邀请下学研究团队礼拜协助。伫智慧养殖成果的发表会，阁有训练的渔民专工来参加。透过数据，我们看到 pH 值、溶氧，就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养殖，决定料我们饲料今天要不要喷，要喷多少，这很方便。大部分年轻人比较怕的是养殖渔业比较累，那需要这些智慧养殖的系统来辅助我们。那其实我个人的话，我也是提升我回来这里养鱼的意愿。
透过这样子的云端资料库，我们可以让远端不同的专家、学研单位的学者和养殖户共同来参与，对于每一个养殖的物种和各方面可以达到更精准。嘉义县今年阁有编1800万的经费，要来补助渔民要食的设备。海洋大学水产勇士夏嘛表示，透过科技设备的资料，用正确的方式来预防损失，希望会当把这个成果继续推广，替传统的勇士渔业带来进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用起你手机的号码敢有换过？这支号码伊是用几档啊？这是最近真穿的话题。其实，伫17档前，工研院就有研发一款技术，甲当时咱国内电信业者的资料库结合起来，所以对从当时开始，民众总讲想要换电信业者嘛，唔免换电话号码。品牌型号侪款的手机啊，伫拄仔来摆甲真整齐。过去民众的手机啊，想要换电信公司，就连号码做伙换。也则讲，迄时阵嘛真侪民众拢感觉真麻烦。各电信业者纷纷的出笼，然后都会抢先客户，所以都会绑定客户，所以就是不会让客户让他们转门号。那之后一些客户的不满，所以就是经过一些申诉，经过一些陈情，那电信业者就慢慢的开放。其实关键是17档前，工研院透过一款技术，整合台湾所有电信公司的资料，才有民众后来无论是换倒一间电信公司，号码拢会使免变。有人号码一申请，就用几啊档拢无换。我的手机号码我用了23年，又315天，等于要用了24年。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是我爸爸妈妈的手机，就是我妈妈以前的手机，然后就沿用，因为号码很好记。在整个的电信系统的后面就建置了一个号码可惜系统。当别人打这个电话给你的时候，他就不是按照这个号码去判断电信业者，他就到这个系统来做号码的解析，然后来看看你这个地方如果有登记号码可惜的话，再看看你吸到哪一个新的电信业者，他就把这个人家的发话过来的这个号码，经过这个系统，帮你判断说转到适当的电信业者去。当初时，有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来台湾想要学，包台湾科技研发技术在国际上出名，嘛因为免换号码，每一人等于灭死的成本拢省落来。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目前咱台湾的人工生殖法，敢若温存未洗，翁某会使利用医学去用人工生囝，无包括同性恋结婚的家庭。民间团体昨昏就开记者会，希望会当赶紧推动修法来扩大对象，互同性恋的家庭嘛会使合法来去用人工生囝，有家己的囝儿。规岛顶的药仔拢是接受人工生殖所需要，林小姐甲伊的牵手想要有囡仔，来伫台湾敢若温存不孕夫妻做人工生殖手术，之后到干部节做手术。另一个同性家庭的何小姐是选择到日本做手术，讲到这段过去，因着拿后甜。我取完卵之后回来6天就直接送急诊，抽出900cc 的腹水，因为我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去年更听到有不孕症夫妻，台湾的异性恋不孕症夫妻可以享有人工生殖补助。说实话，补助我不敢想，我唯一的奢望就是希望之后如果我们要做试管婴儿，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林小姐表示，伊伫干部节进行的手术，全部的费用差不多是100多万。何小姐伫日本接受2摆的人工生殖手术，总共嘛爱200万。若是到美国，虽然1摆是30万，但是加上交通、居住等等费用，嘛爱100万左右，比伫台湾做1摆17万左右，实在是差真多。在现有的这个人工生殖法里面，在现在这个阶段，只要妻有子宫，就包含是女同志的配偶，其中一方的妻有子宫，其实它就符合现在人工生殖法的规范，它不需要去做大幅度的修改。民间团体表示，目前敢若温存不孕夫妻会使接受子宫癌仔的手术。等咧，甲立委推动修法，将女同性恋家庭嘛列入温存名单。郭建树表示，因为这款意见真济，也搁伫咧寻求共识。男同性恋家庭的部分，民间团体表示，因为牵涉到代理孕妇等等议题，影响层面搁较快，又搁咧参各界沟通。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咱台湾对2月1日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会当进口，即马有立委是批评讲，政府抽查比率无到1%。要过社事是强调讲，咱政府拢有在把关，拢有在看顾，嘛强调讲到目前为止嘛拢无福岛5县市的海产进口。
台湾对2月1日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进口，关联会统计全台湾会当共同检验的单位有7到10个，逐年会当检7万件。卫福部承诺讲会严格把关100%逐批抽检。不过立委指出，若照食药署查验的作业要点来看，货物总量若1000件的时阵，简单会拆5件采检，采检率0.5%。准若是3000件的货，简单会抽9件，采检率0.3%，批评根本无够。应该是每一件打开，每一件至少都要采600克嘛，就是这么卑微的要求。未来这些核废水要排出来了，应该要再加严这些日本的水产。民间团体也指出，去年2月份，福岛的渔民伫咧新地顶外海8.8公里的水域，已经掠到辐射铯浓度超过日本食品标准5倍，要求食药署就要增加抽检量。对伊开始报验，阮就对伊的产地的来源无共的成品品名，观测了的时候，阮就对阮即马这查验办法内底有分不同的。强度，秋刀鱼啊，还是迄个尾鳍鲨，风险较悬的迄个鱼啊，洄游性的鱼类咱会来采。所有的渔获，我们已经增加到迄个采检500件。目前是拢无检测到辐射。渔业署表示，国内对日本福岛附近高风险远洋掠回来的鱼仔，拢有严格查验，即阵拢无验出有辐射反应。也那食药署表示，对今年1月份到达约无日本福岛5县市水产进口的申报记录，强调采检率未来也会看风险随时调整。记者阿明金、郑海文台北报道。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真紧张。乌克兰的基辅交响乐团一个国家电视台有合作，因伫市区的独立广场演奏乌克兰的国歌，利用音乐来表达反战争、追求和平的诉求。幕镜已经拍过来啊！基辅古典交响乐团伫市中心的独立广场演奏国歌《乌克兰犹原伫人间》，表演同时，不少民众举着国旗伫边仔听。演奏完，围观的民众拍扑克欢呼，甚至大声喊“伫乌克兰”。采到乌克兰国家电视台甲基辅古典交响乐团合作举行户外演奏会，表演名称是《自由的天空》，呼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诉求，也就是设立禁航区，保护乌克兰的天顶。We would like to support our president Vladimir Zelensky, who call and will call to all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stop the war in Ukraine. 基辅古典交响乐团原本有70名成员，也不过大部分的人拢已经离开家园逃难，实际登场演奏的只剩20人，就算是俄乌战火无停，歌手犹原坚持上场替国家发声。Це треба було зробит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Україну всю, щоб люди бачили, що ми не здаємося і лишаємося українцями. І пишаємося тим, що ми є українці, вільний народ. 演奏曲中也个包括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第4乐章《欢乐颂》。这首歌同时也是后面的编歌。交响乐团透过选曲，借此传达乌克兰人亲近欧洲的愿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真正伫新闻内底有报过全世界头一个用猪心换心脏的病人，这是57岁美国人 David。主本就是讲这手术真成功无问题，也毋过医说伫手术了后的2个月雄过身。病院是表示，因为顶一日病情恶化，若相关的经过甲细节，卖发表伫学术期刊。美国57岁查甫人大卫·班奈特，七八伫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过身。过身前几天，伊的身体开始恶化，医师拢非常烦恼。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无透露死因，表示会伫期刊发表相关结论。A lot of things happen when someone is deconditioned like that, and then has to go into, a fight for their life with an experimental procedure. I think it's an incredible feat that he was kept alive for 2 months and
was able to enjoy his family. 2个月前，班奈特心脏衰竭，伫死亡的边缘。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得到医疗监管机构允准，将基因改造的猪心移植到伊的胸腔内。手术了后3天恢复良好，会当家己喘气，搁以心肺机来帮助伊的心脏运作。医师表示，手术了后几礼拜，班奈特会当甲家庭相处，经过月甚至会当甲物理治疗师伫病床看美式骹球超级杯，也讲想要转去厝看伊的狗。We continue to be extremely optimistic tha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of the organ shortage and the fact that 6,000 people die every year waiting for a transplant through xenotransplantation. 班奈特手术了后，无随产生排斥反应，医师的猪心也正常运作1个月回，已经是医学界的一大步。美国目前每天有17人因为等不到器官会当移植所死亡，伫咧等待名单中有超过10万人。医学界早已经朝使用动物器官进行遗体器官移植方向前进，用猪的心脏瓣膜移植已经是真普遍。班奈特10年前就接受过施入。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日本3.1大地震造成福岛核灾，到今仔日大风满11周年。所当时离开福岛的人，时间过遮久啊，有人嘛回去故乡生活。当地政府为着要解决当地用电的问题，即马有用太阳能在发电，甚至有企业甲政府合作，正在研究用氢气发电。这是福岛核电厂正在进行废炉进程准备工作进行。电厂所在的大型艇北边，同款是外海的龙岗艇，原本是福岛第3核电厂的有定地，核灾了后计划作废，加方用来安装大批的太阳能板，作为未来新的发电来源之一。灾变发生的2011年，福岛县的再生能源占发电的比例大约24%，2020年提升到4成。当地政府的目标是伫2040年，互福岛县成做完全使用再生能源发电的所在。新形态的再生能源代表以后要付出更较侪电费，面对唔知影未来民众心中免不了烦恼。まだまだその市民の意識がですね、まだ変わってな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福島県でさえ、原発事故があった福島県でさえ、市民の意識はそんなには変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います。除了太阳能，有业者投资研发氢燃料，希望有一天会当取代汽柴油，成做车辆的动力来源。业者指出，未来氢燃料也可能转做发电用途。随着核电厂废炉工作继续进行，日本政府也推动互福岛人重返故乡的政策。生活所需要能源、环境的安全性、民众敢会当转换心情、迎接新生活，拢是需要面对的课题。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拢好天，南部会较烧热，高温有32度。若礼拜4啊、拜6礼拜嘛好天，不过后礼拜1有方面会通过，东半部、北部山区可能会落13、18雨。若其他所在是无啥影响。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